日我要介紹一個結合高速科技、競技體育嘅新興運動。唔該晒。今日運動好重要嘅裝備就係呢個無人機搖號，我已經 ready 好啦。2025年10月2號啟用嘅全港首間無人機運動專用中心，主要係進行專業訓練同作為比賽專用嘅場地。除咗體育用途，政府亦都大力推動低空經濟生態圈嘅重要基礎設施，將無人機技術、運動同商業應用融合，為未來日益蓬勃嘅低空經濟生態圈發展注入新動力。數碼港設立呢個無人機運動中心啦，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我哋見到無人機嘅運動咧開始慢慢咁普及。喺2025年咧，其實港隊咧攞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嘅。咁喺世運會上邊咧攞到一個競速方面嘅銀牌。咁而家嚟講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冇一個好合適而又方便嘅場地俾佢哋做一啲訓練。因為以往咧佢哋需要翻去內地啦去做一啲培訓訓練。咁而家我哋有一個民航處認可咗嘅場地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咧去提升佢哋嗰個技術嘅水平嘅。咁而家我哋嘅無人機運動中心咧有一啲好基本嘅設備啦，咁包括我哋嘅安全繩網啦、觀眾區啦、充電設備等等。頭先所講嘅咧都係我哋無人機運動中心一個室內地方嘅設備啦。隨住我哋5期嘅落成啦，我哋將會騰出更加多嘅空間咧，咁希望除咗喺室內可以進行無人機嘅運動之外咧，戶外嘅位置咧都可以做到一啲無人機嘅運動嘅比賽。嗱，好似左手邊呢支杆係油門，係控制個波上升同埋下降嘅。咁如果你部機一打油咧，部機會直接飛咗上去嘅，係相對有危險性嘅。阿 Sky 又估唔到商場入邊咧會有一個咁大嘅空間可以玩無人機運動喎，當中咧提供咗啲咩設施去配合唔同嘅項目咧？就好似我哋新校為例啦，我哋今日咧就因應翻唔同嘅比賽項目啦，我哋搭建咗幾種嘅場地㗎。由於呢度夠大咧，我哋可以同時搭建無人機足球嘅場地啦，同埋穿越機嘅場地嘅。無人機足球我哋通常咧就會搭建一個充氣嘅龍門㗎，尺寸咧係有7乘14高5米，係非常之巨型㗎，亦都係適合全運會嘅訓練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小型我哋叫學界嘅版本。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叫穿越機嘅訓練場地。我哋會有唔同嘅障礙物啦、維修區域啦等等。由於呢度場地夠大啊，咁所以喺我哋 set 一啲叫賽道咧，可以有多啲嘅變化啦，同埋好多唔同類型嘅設計嘅。呢度係咪適合飛手用嚟做訓練嘅場地呢？冇錯啊，因為呢度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好似我哋頭先提及過嘅穿越機啦。咁由於佢飛人嘅速度相對會比較快，咁喺香港咧，如果喺戶外即係飛呢類嘅機種咧，係相對危險啦，同埋違法。咁所以一個室內嘅場館咧，就非常之適合用作訓練用途。除咗訓練之外，呢度咧都有舉辦過無人機運動比賽，公眾又係咪可以參與呢？冇錯嘅。咁其實我哋定時都會喺度舉辦一啲同樂日啊、體驗日㗎。咁除咗我哋平時嘅集訓之外啦，我哋亦都希望喺呢個場地咧舉辦一啲交流嘅賽事。嚟緊今年亦都會有啲唔同地區嘅選手會過嚟進行一啲嘅交流啊、比賽嘅項目，俾啲學生機會咧同世界各地嘅人去接觸同埋共同提升嘅。兩位同學仔，想問下你哋玩無人機玩咗幾耐啊？我玩無人機玩咗1年半左右，起碼玩咗5-6年。我玩咗3年，我玩咗2年。咁覺得咧，即係呢一度練習咧，可以點樣幫助到你訓練啊？呢度咧係比較貼合啲比賽嘅時候嘅場景啦，咁就可以俾我哋更加專心咁去練習。因為冇呢個場地之前，我哋會返內地，然後去做練習。但係而家有咗呢個場地之後，我哋就可以經常約埋上嚟喺呢度練習。未來有啲咩目標？希望可以多啲參加無人機嘅比賽。我希望可以參加到更多嘅比賽啦，令我自己嘅無人機水平提升多啲。除咗專業選手，如果公眾想使用呢個場地，都可以進行預約。但為咗保障安全，如果係無人機競速呢類活動，就可能需要民航處嘅無人機飛行許可啦。